大家好啊，又係我 Jennifer，歡迎嚟到睇到花妹探訪呢一個 channel 啊。咁呢條片就同大家分享揭秘回贈大套路。其實依家好多朋友咧嚟到中山、珠海買樓咧，都會同經紀傾好房價有咩優惠，除咗房價以外，仲額外有咩優惠，係咪？咁其實市場咧依家都係比較透明噶啦。不過最近 Jennifer 咧見到有網友爆出黑幕啊，買樓傾好嘅優惠同埋回贈咧係攞唔到，仲俾人呃埋裝修嘅錢。Oh God, please no！咁 Jennifer 今期嘅片咧就同大家講翻買樓回贈需要注意咩細節，同埋後期黑中介嘅套路。咁聽埋呢條片之後咧，可以幫你慳翻10萬8萬。如果覺得對你有幫助，千祈要記得俾翻個 like 同埋訂閱俾 Jennifer。廢話唔多講，我哋直接進入主題。首先，買房承諾回贈幾多萬？咁買房承諾回贈5萬、8萬、10萬都好啦。無論承諾任何嘅事情都係冇用嘅。口頭承諾就比如有人問你借錢，講好話聽日還翻俾你。結果拖咗幾年都冇還翻俾你，甚至拉黑你。嗱，各位街坊朋友一定要注意以下幾點，唔好話 Jennifer 日日喺度發噏風，冇教精你啊。第一，反佣協議，反佣協議需要咧填寫明確嘅購房地址、回贈嘅佣金、經紀公司全稱同埋經紀人嘅姓名、身份證。同時咧，都需要經紀公司蓋埋公章，保障翻協議合規合法。如果可以咧，仲可以花費幾百蚊去做翻個公證，確保萬無一失。第二，網上查清楚呢一個公司係唔係正常營業緊嘅，咁睇清楚辦公地址係唔係真實嘅。同埋要睇清楚呢個公司註冊資金有冇超過100萬啊！因為註冊資金咧代表呢個公司嘅承擔能力，一旦出事咧，訴訟隨時可以查封翻呢個公司嘅資產。第三，協議內容需要明明白白寫明幾時俾，例如網簽後1個禮拜定係2個禮拜。咁一定要有翻一個時間，到咗時間，無論點樣解釋，反正冇俾就立即去揾律師起訴。同時內容咧需要寫明白，違約方承擔所有嘅訴訟費用。咁另外一個環節到啦，咁有網友買樓咧係俾人呃咗裝修嘅，咁呢個咧就係依家黑中介一環接一環嘅套路，捆綁住你啊！買樓承諾5萬蚊嘅，到最後到咗呢，既然話呢筆錢幫你俾咗裝修公司喎，仲幫你俾埋訂金剩翻嘅尾數你自己俾啦。聽到呢度真係賺咗你買樓嘅錢，又賺埋你裝修嘅錢啊！咁等於係零回贈。咁裝修費用20幾30萬，連回贈都幫你揾埋裝修公司。講句唔好聽，其實裝修公司佢自己都有份㗎。各位朋友，咁要記得一碼歸一碼，就係因為好多港人對內地咧唔熟悉，所以導致咧引狼入室。咁同時咧，內地嘅裝修咧其實係好平嘅。咁一套精裝房咧，大概嘅價錢咧就係900到1500蚊左右咧，1平方就 OK 噶啦。咁對比翻發展商嘅裝修咧，真係質量各方面咧咁樣好太多啦。咁嗰啲成30幾萬嘅裝修呢，咁除非你用個料係自己要求嘅大品牌啦，咁否則嘅話，千祈就唔好信。30幾萬嘅裝修，起碼賺咗你1半以上啊！咁至於回贈，其實呢就係一個反佣嚟嘅，咁將自己公司嘅利潤讓利翻俾客人。咁 Jennifer 嘅團隊呢，依家呢就係做緊呢個模式。中山、珠海所有嘅樓盤，只要成交網簽當日即刻返現。咁前提咧係客戶咧要保證翻自己冇提前嚟過售樓部。咁唔係嘅話咧，發展商咧有權話客戶咧係屬於保護期，
屬於自然來訪嘅客戶，咁係唔結算佣金俾經紀公司嘅。咁我哋為咗幫客人用最低嘅價錢入手自己心儀嘅單位，咁公司願意做呢一樣嘢，提供一個平台俾到我哋嘅客人同埋我哋自己。咁呢一樣嘢呢，其實呢，有冇真真正正咁樣收到回贈呢？咁呢度 Jennifer 呢都係帶有疑問嘅，相信呢都會好多客人俾人呃過，網簽之後俾人拉黑，所以 Jennifer 不斷咁樣提醒各位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啊！咁好啦，今期呢條片呢就分享到呢度，咁歡迎訂閱 Jennifer 嘅頻道。咁我係一個做咗9年地產嘅，熟悉中山珠海一個 agent 啊！如果咁啱你有需求，我有專業，希望可以幫到你。我哋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